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聚集在上帝的殿中。圣经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感谢主，让我们在新的早晨能再次聚集在上帝的殿中。无论你过去一周经历了多少挑战，身体感到疲累，或是心灵正遭遇困难，都要记得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主。现在跟你左右旁边的人说，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主，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主。阿们。他也是我们在软弱中医治我们的医生，在缺乏时他是供应我们的丰盛之主，他也是那位在旷野中始终引领我们的好牧者。阿们吗？阿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再一次的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口，一起大声来赞美他。准备好了吗？好妹，那邀请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扬声欢呼来尊崇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可以一起来拍掌，大声来欢呼赞美他，哈利路亚！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称颂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扬声欢呼，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重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一起来宣告：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好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记得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神，我们要更多扬声欢呼的来赞美他，哈利路亚！阿们。一起来再次扬声欢呼，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好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好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神。谢谢神，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
所有的地方，我能不再离去。多少次的远走，你怜悯仍旧。黑暗中有声音，温柔地呼唤我，是你的爱，你的恩典挽回了我。十架前的赦免，宝血洗净污秽，黑暗不能遮蔽我见你容颜。我何等的不配，你计划能彰显，是你的爱，你的恩典挽回了我。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先认识我，在我认识恩典，你先，你爱永不变，都为我预备，都因着恩典。生命不像从前，一天心思一天，一定是我天父看我为宝贵。越更多认识你，心就不再偏离，是你的爱，你的恩典挽回了我。是你的爱，是你的爱，你的恩典挽回了我。耶稣的爱，完全恩典挽回了我。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先认识我，在我认识恩典以前，你爱永不变，都为我预备，都因着恩典。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先认识我，在我认识恩典以前，你爱永不变，都为我预备，都因着恩典。我属于你，永不分离。我属于你，在你怀里盼望自由，不再一样。我属于你，永不分离。我属于你，在你怀里盼望自由，不再一样。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先认识我，在我认识恩典以前，你爱永不变，都为我预备，都因着恩典。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先认识我，在我认识恩典以前，你爱永不变，都为我预备，都因着恩主啊，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这里，因为你是那爱的源头，也是为我们舍命的羔羊。我们知道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你相比，
路亚，主你配得全所有，因为万物都本于你，归于你。愿此时此刻成为馨香的记忆，直升到你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献上对你的敬拜。从白天到黑夜，升到你座前。
配的所有的荣耀。主啊，我们在你恩典的日子一起聚集在这里，要来唱颂、歌唱，来赞美主，是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主啊，因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以及从我们得到的属灵的话语，一切都荣耀归给你。也圣灵在我们当中显现大能的作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中得到美好的启示、祝福、恩膏跟所有的能力。神啊，愿这个礼拜是成为荣耀主的礼拜，也成为我们领受恩典的礼拜。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食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有2处圣经文。第一处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6到39节，以及46到49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正在讲这些事，忽然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惊惶站立，以为见到了幽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烦扰呢？为什么心里疑惑呢？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摸一摸我，你们就知道。幽灵没有肉，没有骨，你们看我是有的。”又对他们说：“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第3天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亲自把我父亲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那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第2节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1到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提阿非罗阁下，在我所写的第1部书里，我已经把耶稣的一切事迹和教导，从他开始工作到他被接升天那日，都叙述过了。在升天以前，他借着圣灵的力量，给自己所选召的使徒许多指示。受害后40天当中，他曾经向他们显现许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又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愿主赐福给所有读他话语并且愿意去遵行的人。献诗请果子小组，曲目是我要一心称谢你。献诗完，我们请夏牧师讲道，他的题目是奇异恩典50天。在主身边。
起你手所创造的。拍手，谢谢。我们的果子小组哈，果子小组，我们看到小孩子在伴奏哈，这个果子小组是我们小组当中哈，生养最众多的，大家如果想家里面子孙很多的，可以参加这个小组哈，谢谢他们美好的服侍哈。在牧师讲道前呢，牧师特别要做一个致谢的动作，就是我们昨天呢，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了我们的王俊尧弟兄的告别礼拜哈。我看到英婚姐妹还有2位孩子啦，就是博瑞跟崇瑞，他们参加了第1堂礼拜，特别也留下来第2堂礼拜，要跟大家致谢哈。那我想说，请他们站起来给大家点个头哈。我们继续为他们代祷求主平安跟他们同在哈。好，现在就请坐。我听到说那个崇瑞准备8月要到日本去工作，对不对哈？求神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问他说日语通不通？他说可以啦，沟通可以哈，表示说他很用心也特别祝福他在那边有美好的一个工作、生活，还有信仰的追求。那我们很多比较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都很认识这个家庭。那感谢大家在过去这10多年来，因为我们的俊尧弟兄他虽然生病在家信仰，但是很多人关心跟代祷给他们支持的力量。牧师感到非常的安慰的是说，英婚姐妹呢，她带领2个孩子非常的用心2个孩子非常的成长2个都是现在都是很认真在工作是帅哥甚至神给他们一个宝贵的恩典。我想俊尧兄他离开虽然不舍，但相信他心中很安慰我们也继续为英婚姐妹还有2个孩子来祷告。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我们的小组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你的恩典一直跟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没有体会，但是当我们回顾的时候，知道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愿神的恩典继续保守，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从神来的恩典。主啊，我们上个礼拜一起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要在主复活升天这一段时间，神怎么样眷顾百姓，眷顾人类，也明白主爱我们。我们要借由圣经的话语来明白这段奇妙的历程。愿神的话语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有美好的学习。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这个题目奇异恩典50天其实牧师想说这个名称大家会比较有印象，比较有印象。如果要讲详细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复活到升天，到圣灵降临，耶稣奇妙的作为，哇，那么长，大家记不起来。奇异恩典50天，真的很奇妙。那这个主题刚刚我们子兰执事带领我们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4章。其实呢，我们在上个礼拜很多弟兄姐妹很认真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受难周的早祷会。感谢主，很多人原来大家早鸟了很多每一次参加都50多位大家参加完了才去上班去工作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第一次主办刚想说如果10几个那大家一个小的灵修是很好了不过我们也感谢主，那几天我们特别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就是我们义德兄今天下午他的早餐店要开幕了，我们就前面那4天就试吃，请他送早餐来，让我们帮他试吃看看他吃的都很有感觉，说哇，谢牧师吃完1颗说现在我们2个1个吃就好了，2个一起吃1份就好，表示说分量很足了先恭喜义德兄他
今天下午他们的早餐店要开幕哈，我们用拍手欢迎他，鼓一下，鼓一下好不好？一德兄哈，好欢迎，感谢主。那我说那个早餐啊，早祷，然后早餐有很好的体验哈。我们会邀请弟兄姐妹在受难周的时候读耶稣从荣耀进城，我们的棕树主日，一直到主受死、埋葬，哇，那个经文是量很多哦，要灵修4、5天把它读完。不过复活之后，耶稣的故事相对比较短一点啦。有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有马可福音最后一章16章。还有路加福音也是最后一章24章，所以你要翻耶稣复活的故事，反正每一本福音书翻到最后就好了。那约翰讲的比较长一点，约翰有2章啊。如果再加上圣灵降临，刚刚我们读了第2段使徒行传1至2章，所以算一算呢，一共5、6章7章了。你这7章你可以在我们在圣灵降临节以前。希望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把它复习一次，7章而已啊哈，读一下。那牧师今天用这个主题是为了做一个总括的描述啦、介绍，因为单一的主题就可以很深入的分享了。不过今天我想用7恩典50天来把这一段故事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一个归纳整理就对了哈。其他大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哈。7恩典50天。我们除了这段经文，刚刚我们读的这段是哪一段落呢？其实就是路加福音记在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向玛利亚显现，那个坟墓开，然后第2段是耶稣向在以马忤斯这条路，以马忤斯这条道路有2个门徒在那边忧愁的走的时候，耶稣来陪伴他们，那段故事很长哈。那之后就是36节。记载了这2个门徒跟耶稣一起吃晚餐，才知道说原来跟我们陪伴我们在路上的就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老师啊，眼睛亮了。然后这段故事是说，他们之后赶快跑到门徒聚集的地方，给他们讲他们的经历这边就是在讲这一段哈。这段怎么说呢？他们说在讲这个事的时候呢，忽然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2个门徒已经讲过了，彼得还有玛利亚，他们都已经给这些门徒讲过了，但是他们没有亲自经历听一听说干母呀，真的吗？你是不是伤心过度看到幻影，完全都不相信。直到耶稣对他们显现，他们还怎么样？惊慌战栗，以为看到什么，还不敢承认是耶稣，以为是看到幽灵。这一段话就在讲耶稣跟门徒显现的故事。好，这一段呢，耶稣怎么样非常用心的给他们解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愁烦呢？烦忧呢？烦扰呢？为什么心里疑惑呢？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摸一摸我，你们就知道幽灵没有肉没有骨了，我有了。”哇，他甚至还把他复活后的身体要给他们学生查验了。那刚刚我们跳了一段没讲，牧师也接一下哈，蓝色的这一段，他说，耶稣就把手跟脚给他们看，他们还是不相信，却是惊喜交集。好了，第一段惊讶已经显示了，还是不相信，好像是又半信半疑。好了，耶稣用什么方法呢？说来一起吃饭把心情放松下来。我跟你们一起吃饭，总能理解我复活了吧？看到幽灵又不用吃饭，对不对？所以呢，吃饭是一个很有特殊的场合看有没有吃的，他们就拿一片烤鱼给他然后耶稣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这一切事是从前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告诉过你们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叙述关于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实现。”耶稣不厌其烦的给他们显现，跟他们展示他复活的身体，还有跟他们一起吃东西，还跟他们讲说，之前三年我上的课，现在补课一下，来补课一下印证
圣经所讲的，我今天跟你们实际验证了。那重要在一点，第45节，于是他开启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这段话是何等重要！以前读了3年白读了，是因为他们不清楚，无法去察觉。但是主开了他们的眼，开启了他们的心智。弟兄姐妹，很重要哦我们现在教会很认真，大家上上礼拜不是颁发了1年读完圣经的名单吗？哇，整页的名单。很多人可能有一种困难，就是无法突破，说照我读圣经读的干燥无味，这样子读不下来。请记得，你要先跟神求说：主啊，就像门徒被你开启心智啦，让我明白圣经的话，而不是拱他。当然，有的是说，我就按照规矩把它读完，那懂不懂没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啦。但是记得你要明白圣经，耶稣开启了门徒的心智，他们就明白了。好，那这接下来又接了刚刚我们读的第2段，又对他们说，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第3天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这个就是跟马太福音最后1章最后2节所说的大使命，在这边也重复的实现了。他说：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我要亲自把父心所应许赐给你们的，他就是圣灵啊，也应许圣灵，所以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上面来的能力赐给你们。所以整个耶稣复活这段时间，这段经文是一个简短的描述了，要把耶稣的40天要做的工作都呈现了出来，使他们明白圣经，使他们确信耶稣复活，使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是要等候圣灵，然后传福音，然后做见证人。好，那第2段其实就是路加的衔接啦，所以路加写了路加福音之后呢，又写了这个使徒行传，他特别注了一个名字叫提阿非罗，就是说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执政者，他特别呈现给他，表示这个署名我要呈现给你的。那在当时有很好的用意，表示说我写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乱写的，要呈现给我们的执政单位，让大家也看重这本书。然后他就讲了这段话，说我前面讲的，后面我接下来。他说我写的第1部书就是在讲路加，我已经把耶稣一切的事迹和教导，从开始工作，然后到他被升天那日都叙述过了。所以表示说这个事情是耶稣升天了，圣灵降临了，教会建立了他才写给这位提阿非罗大人，然后讲述他的故事。那所以我们讲说使徒行传就是这个圣灵行传。耶稣已经升天了嘛，圣灵来了嘛，圣灵怎么继续工作？他要见证这段历史，这段故事。他说在升天以前，他借着圣灵的力量，给自己所选召的使徒许多的指示。这个就是我们一起在领受的部分那路加福音讲的这一段接续就是我们后来在纪念圣灵降临的故事的前奏第3节他说，受害40天当中，曾经向他们的显现了许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又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那这些话，牧师只是说把这2段经文当成一个绪论，或是一个背景的介绍，因为我们说复活之后到圣灵降临这7章呢，每一个重点都可以当一个主题来分享啦。那今天有一点类似像总论一样在一个概论，让大家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了解这7恩典50天。那这7恩典50天就是从主复活到圣灵降临节。好，这是基督信仰当中极关键的时期，因为主复活后的关键的50天标志什么呢？是从耶稣战胜死亡到他重返荣耀，最后差遣圣灵建立教会的完整过程。所以这50天不是普通的50天，而是一个奇妙的旅程，也是奇妙翻天覆地改变人类历史的50天。那我们可以稍微简单做一点归纳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主复活显现的40天，
刚刚我们已经稍微讲过了。第一个初期显现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及前往以马五世的2个门徒，以及后来的10位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所以多马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有记载，那其他的部分没有讲到。第二段就是我说的，约翰福音记载他兼顾了多马，因为多马那一天不在，人家门徒已经先接受了这个教导了，他还在半信半疑所以耶稣特别又给他补课这个多马也蛮幸运的，蛮福气的我们读书没有读到了，要来补课。我们现在的门徒学校也常常在补课，你没有上过，那再来补就是要为了搞清楚嘛对不对所以补课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多马后来的故事不是记载在圣经啦，但是这位多马有一些外面的经典在记载，他后来千里迢迢到印度去宣教。他觉得我太亏欠了，学生当中我掉卡位现在要跑最远，要去传福音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在引导，在修复，在医治那第3个就是约翰福音记载的，也是约翰之前记载，提比里亚海，就是加利利海的旁边，耶稣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还为他们准备早餐，把这个门徒彼得恢复了。所以你看，恢复了门徒，恢复了多马，恢复了在以马五世2个门徒，现在又恢复了他的这个头号的这个门徒，就是彼得。耶稣这50天不是休息50天就是要整个把所有的使命交托在这一群原先考试不及格的快要被退学的或是翘课的，重新又把他招回来50天，改变了这些门徒，也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福音的现况。最后他颁布大使命，刚刚我们的路加福音的后段也是读到了，在加利利的山上，耶稣吩咐门徒要他们去做万民的使徒。那这是40天。那在第40天呢，圣经有记载说是升天的日子。耶稣带了门徒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一个地方叫橄榄山。所以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很多灵修营地叫橄榄山，我们在永康那边就有一个橄榄山最近听说要拍卖了，因为已经被市区包围了所以橄榄山以前是谢牧师的时代，参加灵修会的时代现在都已经被大楼包围住了所以比较没有那种山上清幽的感觉了很多地方取名叫橄榄山，因为橄榄山就是耶稣升天的地点。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给他们应许说，圣灵要降临，门徒要得着能力，跟刚刚的路加福音有一个对称那升天的时候有一个景象，就是耶稣在他们面前升天，被接升天，然后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住了。那一个重要的点是天使那个时候显现做预言说，宣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要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也要怎样来。好了，耶稣升天了那40天呢？那50天圣灵降临了，这10天干嘛？10天就让他们沉淀。门徒这10天就是等候预备的时期。门徒这个时候心窍开了，他知道说，凭他们这一群学生的角色是放牛班的啦，靠自己没办法啦，所以要谦卑认罪，谦卑悔改，虔诚祷告。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来。”他们后面眼睛被开启了，看懂圣经，读懂圣经了。第二个，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凭你们的血气之勇，你们要等候圣灵，因为只有圣灵才有办法让你们引导你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都知道，圣灵降临，教会建立以后，迫害也来了，门徒受迫害的太多了。怎么样去承受这样的极大的压力、极大的挑战？所以马可楼的祷告，有120个人在那边同心祷告，他们知道，唯一的就是等候圣灵，唯一的就是谦卑认罪，唯一的就是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所以台湾有很多地方很多祷告的地点，他们就把它叫马可楼马可楼，特别是在有楼层的地方那我们教会也有马可楼我们的祷告室
我们的祷告室就叫马可楼啊，也可以这样称呼啊。好，那边是安静等候的，等候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在这段时间10天当中，他们有做了一件事情，圣经有记载说，他们补选了马提亚来当替补犹大。我们知道犹大出卖了耶稣嘛，就自己死于非命，所以他们补提了马提亚来。好了，按照时间轴，第4个段落就是50天到了，圣灵降临节、五旬节。五旬节我们有习惯外文的叫 Pentecost。Pentecost 它其实就是跟希腊文很像的拼音啦，就是50的意思啦。所以变成50就是圣灵降临节。但这个50有在犹太人的事工里面，犹太人历史里面有很深的渊源哦。这个50怎么样呢？五旬节原来是犹太历当中在庆祝收成的节期啦，叫七夕节，49天。然后隔天他们就一起庆祝热闹这个丰收。但是后来耶稣复活50天，圣灵降临，就有一个全新的意义，有旧的一个记录，一个新的意义一起呈现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了解说，从逾越节耶稣受难与复活的背景的次日算起，经过7个安息日，第50天就叫五旬节。所以现在基督徒或是我们这个新教啦，我们说不是犹太教的，都很认同这个五旬节有2层的意义，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所以这个有一个对比下面这一段话就是这样子，它象征怎么样？从得救，原来是出埃及的得救，现在变成复活的得救。原来是得生命的能力，因为把那个摩西呢颁布了律法，让以色列百姓跟神契约，有一个得生命的能力。到后来是怎么样？圣灵降临，把这个生命的能力从神的能力直接浇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手中的身上。所以这段时间轴显示了上帝一个很精密的计划，从复活的证据到升天的主权，到最后圣灵带来的能力，都在这50天中，耶稣基督的行仪，还有上帝的美好的安排，把这奇妙的恩典50天完全的呈现出来了感谢主。那这圣灵降临呢，有很多记录，我们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可以再复习。第一个，圣灵充满，我们看到门徒聚集的时候，有声响如大风吹过，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头上，在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还有第2点是他们会说方言做见证，门徒受感说各国的方言，而且宣扬上帝的作为。再还有我们知道说圣灵降临节就是教会的诞生，所以彼得当天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大家因为受感了，圣灵的火在他们身上了，他勇敢见证了，原来是逃跑的原先是躲藏的原先是一个退学的学生现在走上台了，宣告说这些学生满血复活了，满血回归了，因为不是靠我了，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们将一切的耻辱、一切的羞辱、一切的失败，完全一扫而空，而是让教会在那个时间诞生，也象征着所有的门徒悔改了，圣灵重新充满了他们，所以他们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宣教，就是做见证人了。那这个50天真的是奇妙一件再过一件。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比较符合我们现况的描述了。那这样，今年的2026年，我们的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的节期怎么算这样大家会比较有具体概念了。第一个，这个时间轴，我们在上个礼拜天4月5号举行主耶稣复活庆祝，对不对？好，从这天算起复活嘛。那第1天到40天，就是4月5号到5月13，40天，复活的显现跟教导。那40天怎么算呢？40天就是在5月14号，今年的5月14号就是40天那一天，耶稣升天了。因为一般传统的教会节期都耶稣升天日就是礼拜4，因为就是从复活节第1天开始算到40天嘛所以就是在礼拜4，
就是耶稣升天日。然后有10天的等待、祷告、等待、等候，就他们在这一个马可楼，那就是5月14到5月20，今年这个节期的算法。那最后一天5月24号，今年的5月24就是我们的圣灵降临节。感谢主，那一天我们要举行圣餐，上个礼拜才举行，对不对？我们大概复活节圣餐，然后圣灵降临圣餐前后距离50天，50天。感谢主，那一天我们5月24号呢，我们台南第1小区，我们台南市的教会也要来我们这边举行下午早上我们自己的礼拜，下午他们也要聚集众教会来我们这边举行复活节圣灵降临节的感恩礼拜到时候我们也鼓励大家留下来参加，了解跟其他教会来认识交谊了好，这些简单的描述，牧师要把焦点浓缩在2个很重要的事件，在这奇妙恩典50天当中，我们要从一个联想，奇妙恩典50天，然后从这50天映照到互强教会的50年，一个很奇妙的对比。第一个，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路加福音记载的，这2个门徒从眼睛迷糊到心里火热。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的教导是有两个项目，一个是上帝的话语，加上与主同席，主耶稣邀他们一起吃圣餐，那是一个圣餐的另外一个印证所以他们完了之后说，我们怎么心里火热？我们眼睛开了，原来我们的主就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所以才有这2个门徒去跟其他的学生来报告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的经文。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耶稣他不是很急躁的用超能力的方法，而是慢慢的引导。所以耶稣的陪伴，圣经的话语，成为驱散属灵盲目的唯一良药。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他的进度不够不清楚明白，我们不要那么的急躁，觉得他孺子不可教也，不是耶稣就慢慢引导，慢慢陪伴，当他眼睛开了，就明白所学的、所读的。感谢主。那这门徒经历了这几样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迷茫跟哀伤。蓝色的字是原来的圣经的经文17节、21节是说2个人面带愁容。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一直在怀念这个耶稣，竟然死了啦！我们期待的都落空了，怎么办？他们已经听到妇女报告耶稣复活的故事他们还是没办法接受嘞，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在里面。现在过去式的盼望，门徒还留在过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还留在哀伤受苦耶稣钉十字架的路上。这是第一个阶段，他们在走向以马忤斯。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去以马忤斯？我们都很清楚，很容易理会。那门徒无缘无故跑去那边干嘛？一定是很害怕在耶路撒冷那边不知道风吹草动就逃不掉了。但是在这个可以象征2个门徒，就是象征这一群当时追随耶稣的人嘛。耶稣用这2个人来做一个象征，让他们知道原来主一直没有离开他们。那耶稣怎么做呢？用圣经来启示。所以耶稣在跟他们陪他们走的时候，27节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耶稣没有用大神迹啦，显得这个大轰动，没有，就是陪伴他们，用上帝的话语，特别是他们知道了旧约的经文来建立他们的根基。那是第2段圣经的启示。第3段，眼睛开了，说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给他们。门徒眼睛明亮，原来我们的主就一直陪伴着我们，这个人搞不清楚到底是伤心过度眼睛疲劳也看不出来但是也可以象征一种，就是他们的灵里疲惫，根本
无法去认知这位复活的耶稣。所以这个也象征一个圣餐的举动。我们平常在圣餐我们都纪念礼拜四，有没有？上周的礼拜四一个圣餐日，耶稣的最后晚餐嘛。但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耶稣复活之后的圣餐的一个动作。他在团契跟擘饼当中，从理性的认知转化为灵里的看见，门徒完全清楚明白，所以他们才会这2个门徒才会赶快再回去呀。本来去以马忤斯，回到耶路撒冷，告诉那另外10个门徒啊。那这个是改变，从这2个门徒也没有记载是谁呀。应该算是耶稣所教导的学生当中，除了12门使徒以外，其他的学生。所以2个门徒改变了，行动转向了。圣经记载说，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不是要去以马忤斯吗？怎么跑回去了？完全生命改变，生命改变。原来要逃离的，现在回去了。所以遇见复活的主，会让原本逃避离开耶路撒冷的人转向回去见证，回去社群的。弟兄姐妹，你曾经在人生的生命经历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事情你曾经想要逃离，因为你没有办法处理，但是神给你能力的时候，你直接去面对，而且把负的变正的，把攻击的变成接纳，把失败变成成功，这才是我们说复活的力量啊！复活的力量不是一种知识性的认知，耶稣基督高高在上了，而是在你的生命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要经历这个复活的能力耶。2个门徒就很实际的证明啊。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很单独描述的，就是彼得的修复。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彼得从3次否认到3次受托，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哈。一场在海边烤炭火的精准医治。耶稣的修复是什么呢？不急呀，先吃饱再讲。所以这个可以印证到什么事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忙着要庆祝50周年，对不对？50周年庆祝以后，我们要启动了今年的幸福小组，还有我们的幸福餐会，或是福音茶会。为什么要吃呢？我们是有根据的，耶稣就是这样子做。耶稣跟2个门徒在以马忤斯先吃饭，他们就眼开了。这里门徒整夜在那边忙着要打鱼啊，打得精疲力尽了。耶稣说：“我们来烤火，让身体温暖，然后呢，一起吃东西，喂饱他们，心就被得医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邀请朋友去咖啡厅喝杯咖啡，当我们交朋友吃一个简单的午餐，请记得，神要工作很好工作在吃饭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在喝咖啡、吃甜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太世俗化，说吃吃喝喝好像在玩乐，不是啊。神只要动工，这个是最好的途径。就好像我们去交谊，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旅游，邀朋友一起来呢？因为这个就是放松的时刻嘛，就心情敞开的时候嘛。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方式医治了彼得，先喂饱来医治心。耶稣没有责备彼得那一夜的逃跑，而是问他说：“你现在爱我吗？”哇，用另外的话来掩盖彼得的心虚啦。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服事主的动机呢，不是说我完美无缺我教会没有缺席，聚会没有缺席，我小组很认真我应该检讨的我都没有，我都标准的，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服事主啦。服事主是因为对于主的爱。你只是一个残缺的，你是一个不足的，或是圣经读还不太懂的，或是祷告不下几句的，你只要是爱主，你就会被神所使用。那是很奇妙的事情，不是你很完美的才能服侍主啊，是因为你爱主。所以莫大拉的玛利亚，她用香膏来服侍主，这是同样的意思啊。因为很多罪人在主面前得救啊。弟兄姐妹，彼得呢有3次，其实那些语句都是很重复啦。耶稣第一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他是要来破碎他，因为以前彼得太骄傲了，
他是门徒的大门徒哎，什么事情都跑最先的，他是领袖哎，但他是自傲，祖先把他的锐气磨掉了，所以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二次，彼得修什么？主耶稣再问一次：你爱我吗？彼得不再依赖血气的冲动了，而是谦卑承认自己的软弱。先克服他的骄傲或是自傲，第二个让他谦卑下来。主耶稣再一次讲：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是关键，耶稣同样问他：你爱我吗？圣经记载说，彼得因为第三次问而忧愁，面对那3次不认主的创伤，他面对了，他在这一次完全医治了。他知道耶稣完全没有责怪他的意思，耶稣是要使用他，让他成为最好的见证人。因为一个抛弃主耶稣3次的人重新被主使用，那你看还有什么样的人才不被神所使用呢？什么样的软弱的人不被神所修复呢？所以主耶稣再一次讲说：你喂养我的羊。感谢主，复活之主的医治模式有2个层次，从以马忤斯到彼得有不同的方式切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耶稣医治的方式，其实也印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我现在的日常当中，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对上帝的呼召看不懂。有时候我们同工邀请你来参加敬拜赞美团，或是邀你来参加那个交通指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不合啊，不像啊。但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询问神他的工作、他的呼召、他的使命是什么。当你清楚了，你就不会怀疑了。以马忤斯的门徒呢，他们不清楚、不了解，还往以马忤斯跑，以为耶稣的整个工作结束了，一切的运动已经消失了啊，只好各自解散了。不了解，你就有这种现象。但是耶稣把它医治，把它挽回来。第二个，自己曾经失败，有时候过不去。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服侍神的当中也会经历哦，比如说遇到了挫折，甚至遇到有人言语上的刺激，或是觉得很不如意，你会失败了，以后叫我做什么我都不想做了勉强还能做的就来这边做礼拜就好了，其他不要做了。其实彼得伤的比你深多了，他遇到了残酷的挑战是比我们多太多了。但是主耶稣说：你爱我吗？当你说你爱主耶稣，世上一切的搅扰、困难、挑战、失败，甚至冷言冷语，都无法阻挡你热爱主耶稣。你的生命会重新被提升。这个是基督徒这50天当中所经历到的。你读了这一段这些经文，7章的经文，可以明白耶稣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群体，也要改变你。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几个里面有3个解释。第一个是在理智的层面，以马忤斯透过解释圣经，耶稣解决了他们对受苦弥赛亚的神学上的疑惑。刚刚不是讲说2个门徒要往以马忤斯，他讲说以前这个不是要来拯救我们的吗？好像一个大英雄进耶路撒冷，要来拯救，现在搞不懂被杀了，被钉十字架了，哎呦，他们只好皮亚蒙往以马忤斯去了。不了解受苦弥赛亚，他们以为要戴王冠登上王座的那种形象，不是所以耶稣用这种方式让他们知道说，原来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这个是理性层次。然后第二个是生活的层面，他们在海边捕鱼，透过供应所需他们圣经有记载说有153条，耶稣让他们重新把鱼捕回来，那就证明他依然关心门徒最基本的生活。有圣经的解释家说153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嘞，因为153就是门徒去把它捕回来，对不对？在象征说全人类的一个数字全人类的一个数字，用153条鱼
来表示。所以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得人如鱼吗？好，鱼就回到网上了，鱼回到神的爱的网里面了。这个是生活层面。第三个层面是灵魂的层面了。海边跟彼得的对话，透过爱的回应，将罪疚感转化成承担使命的能力。到最后，我牧师要再做一点回应了哈。你一定会碰到，当然有时候人很客气，不会讲得太直接了。但是其实我们都会面对一句话说：你说耶稣复活，你拿什么证明啊？对不对？你拿什么证明？那些门徒证明有用吗？说不定就像当初耶稣复活之后兵丁回去报告。他们的主管说：“哎呀，不知道耶稣看不见的那个墓空空的了。”他们赶快制造一个谎言说：“就是门徒偷走了。”他们为了验证耶稣复活故意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然后验证说复活了，为了让他们这个故事能够圆他们的故事。当时就这样宣传了啊。好，很多人就这样用这种反问的方式说：“你凭什么证明耶稣复活？”好了。门徒的见证也不能凭证啊，也没有影像啊。那就我看到一个短片这样讲解，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好，你凭什么耶稣复活？你是真的啊，还是讲编故事的？”他说用一种方式来反证，第一个，为什么这群门徒逃跑了，还愿意回来？有什么事情让他们有这样的改变？那更大的改变是说，我如果是为了要圆这个谎，一个耶稣复活本来是假的，我要把它讲成真的，好，讲完了就过了嘛，你又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对不对？我讲这个谎我人可以拿多少几十万给我，我可以蒙供啊，也没有啊，而且还为了证明这个是事实，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代还不够。连续300年罗马统治的时期，许多门徒被迫害。圣经以外的外面的经典在记载，12个门徒当中大部分都是殉道者，而且甚至好多位，就像彼得一样，是被倒钉十字架死的。如果是一个失败者被钉十字架，然后被埋到坟墓里面的。这群门徒即使是疯狂热衷，就粉丝，总归是那一代见证，讲完了就没了，没事了。但是一代过一代，而且今天教会还继续存在，还继续在为这个事情做见证。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笨到为了一个不必要的谎言做见证，而且见证了300年，后续的教会还继续在做见证。很多人愿意为这件事情来牺牲。161年前还那么多的宣教师在台湾还是一个不是很开发的，很多蚊虫、很多热带疾病的地方，很多苏格兰还有英国加拿大的宣教士要来这里。唯一的解释是耶稣不只是复活，而且他的大能在这50天当中圆满的把它展现出来，然后圣灵降临节，耶稣的能力就展现在所有的门徒当中。最后牧师要说的是说，这50很有意思，因为今年我们教会庆祝50禧年，从50天到50年，那么多么奇妙的对比啊！50天，主耶稣把门徒从一群弱小、逃避失败者变成一个勇猛的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这50年把它扩大，主耶稣也同样恩典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我们期待我们继续在写故事。50天不是圣灵降临吗？我们叫做圣灵行传吗？门徒开始写教会的故事啊。我们50年经历了神的恩典，神要让我们从今年开始继续写使徒行传。我们很多教会曾经有一个教会，它叫做使徒29，还就是说我们再继续写使徒行传下一章，因为28章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写29章。
期待互相教会是一个持续写《使徒行传》20几章、30章的教会。我们是在见证耶稣这50天，印证到50年当中满满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一个祷告，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程序要进行，我们要为一个姐妹来举行这个信仰告白，还有一个我们的中模代祷的见证哈。我们现在做祷告，一起来进行下面的程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50天看来是很短的日子，但是神让它成为一个奇妙改变历史的50天。从出埃及，从七夕节转变成五旬节，圣灵降临，大能让教会建立。从门徒逃跑失败，垂头丧气，变成勇猛为主传福音的使徒。神啊，50天虽然短，但是见证美好大大的改变，奇妙恩典50天。是的，主啊，互相教会也经历了50年，一个50的动作，呈现加倍的恩典。愿我们在50年的时候，也承续了50天的精神，满满圣灵同工的记号，让我们在主恩典里面继续写下《使徒行传》后续的篇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有一位姐妹呢，她们上个礼拜她的时间不方便，所以今天要来补这一个信仰告白，就是我们的林丽芝姐妹哈。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来唱奇异恩典1节跟2节。唱诗歌的时候，再请丽芝姐妹站到前面来，我们要来做誓约哈。好，一起坐着唱。前面来，如此恩典令我敬畏，情郎转成安慰，主恩显明，何其宝贵。感谢主我们的丽芝姐妹呢，她因为上个礼拜时间不方便所以在今天我们要为她举行信仰告白。我们先来进行这个程序，再来做介绍。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各位弟兄姐妹，站在前面是我们的林丽芝姐妹，她在先前已经在北部的教会受洗了因为搬到台南来参加了我们互祥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在今天为他举行信仰告白，重新确认他的信仰。这个时候我们要请丽芝姐来准备来接受应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要认他。”所以劝勉你必须明白你的信仰，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诚实回答我所问的。我们在程序里面有第一个，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阿们。你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愿意。好，第三个，
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时候牧师来做宣告。林丽芝姐妹，你在之前已经接受洗礼，这个时候你自己告白你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你主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前任主上帝，你在世上建立了你的教会，并应许保守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带领了林丽芝姐妹，她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主，接受洗礼，成为主的恩典的门徒，也在教会长久参与及服侍。感谢主，借由她的移居到台南来，在富强教会参与敬拜，也认同了教会的所有的使命跟恩典，所以加入了富强。我们愿神带领他，在小组的带领、辅导以及教会的关怀当中，越发的成长，也更明白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恩典，让他在生活、在工作、在家庭、在儿女都得神的保护。也因为许多人的支持关怀，更成为神所重用神的门徒。愿神的恩典跟他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我们请丽芝姐向后转，好不好？拍手欢迎一下。我简单介绍一下，一个人很好介绍。丽芝姐呢，她之前是在台北她是宜兰人呐，但是她在台北有一个叫做文林教会受洗。因为文林教会它是以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叫沈介山牧师在那边所牧养的，他在那边受洗。因为文林教会它不属于长老教会系统，所以就借由今天现场告白来加入。他说在多年前因为跟先生工作关系搬到台南来，也曾经在别的教会聚会过，但是最近因为他搬到东门路这边看到富强教会就参加了，感觉很合他的地点还有聚会各方面很适合，所以加入富强教会聚会，就加入我们的这个泽荣小组，泽荣小组。所以今天呢，这一个特别的时刻，他来这边做信仰告白成为神的门徒，也成为富强教会的一份子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我们谢牧师来送礼物，我们长老在这里的来握手，然后拍一张照，好不好？拍手拍手拍手！好，先拍一张，等一下陪在主发一个小组员恭喜丽芝姐，好，请回座，请回座。牧师要做一个补充其实在今年年初除了上个礼拜的复活节洗礼，今天的信仰告白，我特别要记录一个，就是我们的芷兰小组还有一位姐妹。在2月7号受洗的这2张照片，就是那一天这位周英姐妹来到这边，因为她身体不舒服，有癌症也算是一段时间了，所以体力不够，所以就特别挑在这一个周末的时间，在春节前由我们的芷兰小组长，还有我们的梅芬律师带领的，他看他虚弱，他是警官退休而且是刑事女生当刑事不简单。我们为他祷告，因为现在他在新化的静养，求神帮助他，让他有活力，能够回到教会做礼拜
这个是另外一位洗礼，也在这边做一报告。好，我们今天节目很丰富啊，再来，我们今天要举行这个幸福代祷中保代祷的见证。那在中保代祷见证之前，我们要先看一段他们制作的影片，然后再请团长来给我们做介绍。好，我们请同工来播放这段中保代祷见证。注意听哦，看你在不在里面哦，哈。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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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啊，我一天7次的赞美你，我生命时时刻刻都要来赞美你，我每天都要称颂你。当我来到你的宝座前，我就是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我参加中保代祷服事，我的心就是想要尊荣神、赞美神。我想要透过神给我的这个祷告的权柄与恩典，来成为神的器皿，来成为人的祝福。阿门。谢主，我有机会参与伫中保代祷，为侪人来服侍。感谢主，会当这样代祷，真正欢喜。我参加中保代祷是因为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在中保代祷里面，他们的祷告里面得到恩雨。我感谢我也觉得，我希望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学习，能够在跟其他的中保代祷的同工一起，在祷告里面更亲近神，也能够看见神的大能，就会在祷告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谢谢。我觉得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是很蒙福的事情。用1个小时的时间祷告服侍，我自己也很喜乐。我可以在祷告室灵修，然后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可以在祷告室祷告，也可以帮别人祷告。我觉得参加中保代祷，可以祝福别人，然后也可以帮助别人，然后这是我最大的荣幸。那我也可以祝福我自己，所以我很开心。参加代祷服事，为代祷卡当中软弱、病痛的人祷告，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服事。我是感觉讲，这个基督徒上重要、上需要的就是祈祷啦。可是这个年纪也袂当做什么，只有想讲，我不管为家己为别人，拢介需要的事我就参加这个事工，代祷的事工。在代祷中，我发现大家有很多苦难的地方、软弱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加入这个服事，让大家得到更多的祝福。在中保代祷团看到许多的兄姐的困难，为他们祷告，也看到神的应许翻转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更多的翻转和祝福。可以为有需要的人和教会事工所望，我觉得是很蒙福的服事。我是为了集体关怀的心情来参加中保代祷，因为慢点我替人祈祷，别人也替我祈祷，而且所有祈祷拢得到上帝垂听得到应允这是我对中保代祷真深的体会所以真愿意来参加这个中保代祷的事工。感谢神，让我这个机会向各位见证我参加中保代祷这一项服事。我觉得这个内室的祷告，让我能够去经历别人的困难。当我们为别人的困难在代祷的时候，神就会为我所遇到的困难去解决。我相信神测不透的爱，透过内室秘密的祷告，神的恩典会加注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这是我参加中保代祷最大的恩典。我会参加中保代祷的事工，是因为我觉得
祷告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工具，在人生的高山跟低谷。高山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神；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藉由祷告拖住彼此，然后经历人生的点点滴滴。那我相信，藉由每一次在内室的祷告，我们可以祝福别人，也祝福自己。谢谢耶稣。中保代祷的服事，最早我会想要参加这个服事，是因为我觉得在密室里面祷告，不只是自己的灵修，其实也是为了教会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代祷。我很享受这个样子的时光，因为这是我与神能够最亲密的一个连接。那在中保代祷室当中，也让我有很多的释放，跟为自己的与上帝连接的时间，所以我很珍惜这段时光。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觉得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跟传统的信仰有一个最大差别的地方，就是透过祷告的服事来祝福别人，然后跟自己。但是一开始我不会祷告，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然后从在密室中灵修，然后为教会的事工的推动，为有需要的兄姐们祷告来学习。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让我更深的经历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祈祷的时间是每礼拜二会早起6点到7点，总是我大概是5点半左右就会当到教会祈祷。清早伫教会祈祷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时间，会当大声学老主，也会当为着今仔日规工的工课的开始，也准备心。上要紧是透过中保代祷，会当为着教会的一个事工，为着兄弟姊妹需要替因代祷。这实在是一个真好的祈祷的服事。欢迎大家人拢会当来参与这款祈祷的事工，多谢。我代祷10几年来，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自己也亲身感觉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为教会牧者的意向来祷告，也能够为所有的这个牧长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代祷守望是启动神一切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所以每当在代祷室为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在数十年后也能够看到神真的成就我们在10年前为教会所祷告的事情，神一一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哇，这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都已经做了很美好的分享。我们的中保代祷团，的成员目前有103次的服事的人员在当中。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教会有这个中保代祷的这个事工。那中保代祷事工其实是在我们代祷事工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影片当中很多的同工，他们有的用1个小时，有的是用2个小时，他们默默的在代祷室为许多人服侍。我们当中有退休的牧师、长老，或是执事，或是小组长，或是我们热心的会友，那各个年龄层都有。我们共同的核心的一个信仰的信念，就是为了要透过祷告的服事来祝福教会跟众人、国家、社会，还有甚至是世界的和平，都放在我们代祷室当中来祷告。特别我们也为哀伤当中的家庭或是苦难当中的家庭来祷告。我们愿这样的祷告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中保代祷事工。是从我们第一任的一真长老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很多教会要推动中保事工都会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但是感谢神，神将这个事工放在我们教会当中这么久。
而且有越来越多人参与在这个服事当中。对我们教会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是对我们教会一个最美好的见证。那我们教会在许多的事工上面，特别在50禧年，我们更看到因着祷告，上帝成就很多美好的心事。刚才子然执事后面那一段也有讲到说，10年前的祷告，上帝依然在成就，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阿们。那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我们教会有这个中保事工，我们有代祷卡，可以让会友来书写你的困难，或是你想要被代祷的事情。那我很感谢神，我也为我上个礼拜我的小媳妇跟孙女受洗，我很感谢神。我们在去年我们结婚后，我就开始写代祷卡，我应该有写过2次就祷告半年，所以鼓励大家都可以写代祷卡。那我们觉得说，跟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其实很困难，我也觉得很困难。但是我们把它放在祷告中的时候，神他会自己来做工，透过这么多代祷者，这样100多次的代祷，每一个礼拜有这么多的代祷，你们把你的代祷放在当中，在写代祷卡的时候，就是一种交托，也是一种信心的一个开始。所以欢迎你来写代祷卡。那我的媳妇她是从来没有去，我问过她，她说她从来没去过教会，也没有人向她传过福音。可是我就想说，我们怎么带领她？可是神跟我说，你就把她当成是幸福小组的 best 来带就好了。我要感谢神，我们就是这样带领的当中，我先生很大胆的问他说，我们那个大概3月中的时候，我先生就问他说，那个复活节快到啦，小妍要不要来受洗呀？我媳妇啊毫不考虑的就点头。后来就继续问他说，那你也一起来受洗好了，你是妈妈，抱着小孩受洗更有意义哦。他也非常顺服，就点头。所以真的感谢赞美神哈，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代祷同工，他们在代祷室里面的代祷，真是成就美好的事情。虽然我的媳妇才刚受洗，对圣经的一个真理还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我们能够全家归主，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所以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每一周播1个小时，甚至是2个小时，在我们的1楼的公布栏，你可以做登记，然后你就可以参与我们代祷的服事。然后这个代祷的服事哦，你不是只有进去为别人祷告就好了。刚才在影片当中，你也看到很多人说他在里面为自己祷告，为他的家庭祷告，也可以为自己灵修。那当中也有人会说我那天心情很低落，在里面哭了1个小时。他说师傅老师，我都没有祷告这样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当你在里面流泪祷告的时候神他在兼顾你，神在要让你成为一个更有力量为别人祷告、为自己祷告的代祷者。所以我们这个事工是永续经营的，是不断的要往前走的。这个祷告事工要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好，那我们的我们的代祷卡有3种，黄色的应该大家都知道，黄色的就是要写一般的代祷卡，或是紧急的，或是不公开，你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可以打勾不公开。当然所有都是保密的。好，那蓝色的就是任何事工，我们有开办各种事工，你就可以在上面书写。那粉红色的就是说，如果有回应神，你回应你的代祷，麻烦你就写一个应允卡，我们同工就知道。我们也会继续为你的应允卡祷告，不是放在里面而已，我们会为这个代祷卡来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神，我们在代祷当中，我们祷告的树第2集已经要出版了，已经完成了，感谢神在很多同工的努力下已经完成了。在8月的时候，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发给每一个会友的家庭1本。谢谢大家，我们愿大家都有一个感动的心，成为代祷者。如果愿意，你就到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你的时间。谢谢。
奉献。请会众起立，一起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的金句，它是印在周报的第8页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念：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报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做简单的报告。请大家翻开第4页。今天召开50禧年庆典委员会议，请委员准时参加。下个主日将召开定期的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第4项，有一个开幕感恩的礼拜，是本会吴义德弟兄所经营的早餐店早喵食事，将在今天下午3点半，在东区林森路2段16号举行开幕感恩礼拜。诚挚的邀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守望，欢迎大家择期前往用餐与支持。我们看下面50禧年的庆典事工，有重要的事工3项，我们请牧师会为我们补充报告。接着我们看第5页的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这边有4项非常好的研习会的活动，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一样是你所需要的，或是你有感动的，欢迎来报名参加。以上，我们请夏牧师来补充报告。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来欢迎他，叫做詹敬成，敬成弟兄有没有？欢迎你，好。敬成哈，新竹啊，住新竹啊哈，他是我们纯如乡的孙呐哈，欢迎你哦哈，欢迎你。好啊，真的时间关系了哈，牧师做几个提醒就好。第一个，
我们刚刚慈宝老师来做见证哈，主要是分享中保代祷，他特别讲到一点说，你不要以为这个代祷事工那么容易啊，很多教会办不起来。我们特别厉害吗？还是你们乖乖听话才要来？不是，是因为我们看见祷告的恩典，有福气啦，咱富强教会有福气啊，所以呢，你要一起加入这个福气的行列当中，看见神的应许，看见祷告的能力，看见自己生命的改变。有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去祷告，可能没办法很长，但是在那边哭啊，在那边感受很多的深刻的影响，是因为神在医治他。有人是在里面做灵修，都可以所以呢，我们是优先给我们已经参加过的，他们就是比如说我本来在刚刚周王长不是他的礼拜二早上吗？那个冷门时段应该没有人抢了，但是很多比较热门时段可能都被人家登记完了。你有两种状况，一种挑人家没有填的，你那时间拨空来祷告；另外一种是那个时间我才能来别人已经签了哈，我们再看看帮你怎么安排了哈。因为还有，如果说已经2个祷告室已经满了，我们教会1楼还有1个祷告室，你也可以来使用反正就是比较热门时间、比较方便的时间，可能很多人填了，但是你也可以挑比较冷门的，比如很早或是很晚都可以或是假日的时间。我们期待今年是50周年嘛，我们现在已经突破100了，看看今年能不能突破到120更多人是参与领受这个祷告的恩典我们现在祷告室整修的非常舒服舒适你去那边灵修也得到很多的恩典。那一天呢，我们教会那个外面的咖啡厅有聚会，还用麦克风，我特别走进去里面的祷告室，因为有一间空的，我把2个门都关起来真的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就不会吵到你就对了。那天一芳姐也去，我问她说你有没有外面在开会吵到你？她说没有，她表示说我们的隔音设备很好，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安静的祷告。这一次在鼓励大家希望今年能够突破120这样子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的资料都已经很详细，牧师就不补充，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在4月26号举行那个圣歌队的观摩我们第2堂礼拜比较少听到圣歌队唱歌，对不对？4部的，欢迎大家那一天下午下午是几点呢？是1点半就要开始了1点半就要开始了。那在这边有6个圣歌队要来唱诗歌，等一个大热闹的一个分享。我们期待大家一起来演奏这个圣歌的宴席我们那一天可能楼下都是由各圣歌队坐了，我们会有可以坐上面那还有一个想到了要提醒，因为到时候再提醒一次，我们在5月26号那一天5月26号那一天，在2个礼拜后，我们第2堂礼拜不在这边做礼拜，因为他们已经要开始布置了如果等我们结束，现在12点半了，他们来不及，所以请记得下礼拜4月26号，请大家做礼拜到哪里呢？换一个新场地，我们到地下室去。地下室的场地也很棒哇，很有恩膏那个场地氛围非常好所以26号早上第2堂礼拜我们要到那边请同工预备服侍感谢主，我们就报告到这边。颂荣，请会众起立，唱颂荣的诗歌。唱完，我们请夏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怜悯，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来，泽龙小组的，请到台前，我们一起来拍张照。泽龙小组的，我们到前面来集合。元珍姐帮我们拍个照，谢谢。